女人冇錢，冇錢好存；女人冇腰，賺錢就打彩票。到咗唱就冇留咁耐，車禍一唱就冇睇完頭。點解呢？聽話要做就得噶啦，左眼就跳菜，右眼就跳追。咁我呢幾日右眼皮經常跳呢？你拍左面膊頭拍幾下？哦，咁就可以驅散衰氣噶啦。係啊，每日親早起身講3句說話，咁就越來越好噶啦。邊3句啊？天門開，地門開，紅爐財神入門來。哎呀，日險做嘢打爛嘢。咁我近排經常打爛嘢，點解呢？突然之間打爛隻杯，行路又刮腳，有狗爛路，酒串斷咗，兩地個派線磨出圓滿啦。能娶從良女，冇娶過長妻。從良女指嘅係擺脫風塵嘅女子，咁過長妻指嘅就係紅杏出牆嘅婦女。古人認為兩者相比之下，寧願娶從良女，因為佢可能係被逼啊，或者係迫於生活嘅無奈，所以先成為風塵女子嘅啫。但起碼佢肯改過自新，行翻條正路，結婚之後安分守己，相夫教子先啦。但係過長女就好危險啦，因為佢有可能會背叛婚姻、背叛丈夫，咁所以古人就認為不可娶。咁古人呢句說話其實係想告誡後人，嗱，擇偶嘅話睇品德係好重要嘅。娶妻就冇娶昂名姑娘，嫁人就冇嫁得透露。娶妻就先體諒，嫁夫就先體爹。伸手打冇兩子，開口就嗌外鄉人。同酒孤話不能欺。身殘嘅人就冇氣，兩腮冇肉，神仙至難道啦。面上生橫肉，兇狠就在心中噶啦。咁求金玉重重貴，但求子孫個個賢啊。近嚟要善樹，慳嚟最補判。一近就300口，一懶就300病噶啦。唔怕家窮，就怕出難從。一近天下冇難事噶啦，一懶世間立萬事休。眉毛濃就有運，左進口就有福。女人腳細，A 食唔少，男人啊越懶，日子就越艱難。錢借他人手，攞返去借凳也有。老人喺前邊行，後生就後尾跟。揀係唔細心，行路就腳會攰個。揀老公唔謹慎，一生就來滿襟。自己個袋冇底氣，咩大話都冇講。有勸千里能相會，冇勸見面點相逢噶啦。只要自己肯努力，點怕被一扁。一個禮拜3個鐘，一個好漢就眾人幫噶啦。呢句說話強調嘅係團結、齊心合力、協助嘅重要性。一個人嘅能力係有限，但係一群人團結一齊去做呢樣嘢，方成事。例如話喺歷史上，劉邦建立漢朝，多得張良同韓信出謀劃策，輔助佢建立大漢帝國。所以團隊合作、人際關係係好重要。老人言背後包含大智慧。點讚關注我，知道更多民間俗語。祝你事事順心，福生無量。